哎呀，怎么没有声音？来好星星，嗨，来哦，来哦，给你来，好，再一次哈，来坐下，来，我来带哈，来，好，坐下，坐好。哎呦，那个，过来一点，过来一点，点那个屁股没有办法过来一点，啊，一定要这样哈，好了，来，好，看这边啦，咪达翁，星星，来哦，干么咪比里带，干嘛咯？来，好，现在呢？坐下，好，干嘛咯？电脑还没有哦，电脑还没有。我们要尽力的啊，很努力的。你认识快爆发了。你认识多少个字，你就尽力的把它记起来，好不好？这个讲我不知道。好，来，我们现在不管它的位置在哪里哈，我们看到它，来就念出来。ini mana kuning？哎呦，好棒棒哦！是吗？是吗？对。好。好，现在我们要一致哈，谁念对了，请记就会跟着他讲，我们大家一起讲。如果错，我马上纠正哈。来，来呀！对，有进步哦，再一次。哎，很好。哎呦，我们的妈咪怎么办呢？好，太好了。好来，妈妈你，妈妈来。有喉舌音的，对了，好的，妈咪鼓励。对，来一起念。到底眼睛有没有看？它长得这样哦。你有看哪里？对，来，看老师不是叫你们写，不是我们的奶酪的水起是，你用看看。好来，跟我一起念。那个嘴巴，你嘴巴怎么丑哦？哇，我们的灯笼真的是进步很多。什么东西？来，你都看我的都蛮会，看我写的都会。好，来，来，你们喽。好，很好。我猜来了。他结果眼睛我把它放在这边的时候，他还是看我。对，来，哥，很好。哎，不对，不是呢，对，呢，妈妈的作弊很厉害。来，对，好，嘴巴很会对嘴哈，对嘴很成功。好棒棒哦！来，飞起来喽！你们两个状，乌了，你们两个状况差不那多嘞。个是乌了，来，乌了一，他的眼睛还是往我这里看，气死人了！马上鼓励，乱讲，喝，对，喝，答对了，喝，好，那不一样，那是另外一对，个。来，看这里，对了，好。你如果等一下考试很厉害的话哈，你就要考初级哦。好，来，那个谁，那什么？
什么字？这个应该是这样。来哥，怎么马上有两个音出来？对不起哈，这个哈，这个我要把它画一横跟那个，因为它两个真的根本就长得一样哈。好，随便。不是随便是干嘛啦？没有随便好不好？对哎好，先没有那个笔哈，我忘了带哈，那个什么奇异笔不行，那个画不出来。好，没有关系。你有奇异笔吗？哦，没有关系。不能乱画，因为我们这个要用。哦，可以哦，可以。等一下，你讲话很好听哎，真的很甜美。可是很粗鲁，唯一的缺点就是粗鲁。怎么样的粗鲁看不出来？他就是不像女生。真的吗？对呀，看不出来哈，很秀气的样子哈。白板笔哦，不错。等一下，我确认一下哈，这边的那个的，是不是你们都把两个放在这边的？我看有没有什么不一样？好像没有什么不一样。真的吗？真的好像有不一样吗？不是，还有比较短的。真的，真的不一样。这个是你看，翘屁股的。对，他们是不一样的哦。你看，而且你看它平的，这个一定要这样，它要站立，要不要站得很稳？对啊，所以变成好没有关系哦。它这个是这边，就是这边，好，那这个是这边。正面啊，就当做正面啊。谢谢你。好，为什么呢？问得很好，你说得很好，你告诉我，这样才会。这两个字有没有一模一样？哪里不一样？很好，每一个人的问题都会不一样。对，这是的，不一样在哪里？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它的在这里，是在这里。他们的的跟搞不清楚呢哈。好，很好，这个很正常啊。对不起，好。所以说这一组，这是这边的吗？这一组要放在这里。好，我们继续，我们念到哪里了？好，来的，好，我们到这里了，对不对？哇，它会掉的哈，因为它不是奇异笔，只有奇异笔才会那个。好来。对，要看妈咪的嘴巴。好，看妈咪的嘴巴。你们的小老师是妈咪跟等诺姐姐哈。对，眼睛都要看妈咪，这样感情更好。来，谁给你感情？不对，你这个好像念过了呢哈。对呀，是短的。好，这个念过了，好，念过了。好，等一下我来就好了。好，来，眼睛看妈咪的嘴，每一个都是你是，我真的是被你打败。然后很像那个什么小麻雀要妈咪的食物一样，太可爱了。来，哇，好巧你。来，答对了，又是你还有2。你都没有看，你就给我2了。来你们上课的姿势百变的。哇，这个你看我的汗水都滴在玻璃上。好，有尾巴来拉长一点来。好听。做好，够了哦。来，告诉我。
嘴巴低声就好了，嘴巴轻轻的打开。有鼻音呐，这个没有这个哈啾的音呐。上课好好坐好，改变了姿势。是你的姿势有点太难学。来，娃娃，当然不是娃了哈，这个这才是标准的对，那个逗点跟这个后面一样。哎呦，不要碰到我的小抄。上你们一堂课，我的皱纹长了6根了，6条。对，姐姐好棒哦！来，最好都没有看字就好，长这样好。最后一个，这个不是鼻孔，那是长音乱说，这个用嘴巴讲，长的音，对，什么时候用到长音？假说在哪个地方的时候，我去那边。那个马虎回来的时候，对，你们要问说马虎你去哪里？马虎会跟你讲，好，他会讲很长。不讲在远的地方说，好，结束了，对不对？还有好笑。我的下课我跟你们玩，来，玩不一样的。现在马上告诉我，每个人抽1张哈，就1次就好了啊。不要，3次。来，从妈咪开始，抽到马上念，好，马上要念出来。来，你们镇静一点，不要失控，镇静一点。好，等一下，千万不要失控。